啊，未礼拜进前，咱即时来同心来祈祷。听我的特别上帝主，阮感谢你。今日是你所定着日子，是充满着欢喜甲感恩的日子。主啊，阮特别为着今日要受洗兄弟姊妹献上感恩。这毋是人家己的决定，是你的听，你的呼召，引带伊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阮要感谢你无比的慈爱，找着因，用主耶稣基督救恩来接纳因。当今伊要公开承认，伊要承认耶稣基督是因生命中间的主宰，一生拢要来跟对主。天顶地下拢欢喜快乐，大声欢喜学乐主你。因为一个罪人的悔改是恩典，是上帝怜悯。主啊，阮恳求你赐福因洗礼了后有新的生命，每一天伫主耶稣基督内面不断来成长，信心哪坚固，听上帝听人的心哪丰盛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。互因智慧加添，脚步稳定，时常愿意来脚步亲近主你的话，欢喜祈祷，欢喜敬拜。互因伫教会中间得到正人的扶持，无论伫小组、团契中间会当互相鼓励，真做荣耀主你的好见证。主啊，我嘛恳求你。赐福因的家庭，愿你的平安稳定，你的救恩临到因的全家，互因会当经历着上帝你奇妙引带带领保守，也恳求你帮助正人真做因属灵顶头的同伴，用听来接纳，用祈祷来扶持，陪伴因行这条军队主的脚步。一生来侍奉你，直到记主你的名。祝阮即时安尼同心感谢祈求交托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。阿门。
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嘴，我要称赞你。你无爱心礼，若爱我欢喜献。我若献烧化祭，你嘛无欢喜。上帝啊，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欢喜接纳。这时，咱要做伙来吟圣诗，学罗上帝。圣诗24首，见若心肝清气的人，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咱犹原徛咧，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请坐，咱即时做伙来祈祷。全能的阿爸爸上帝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学罗你，感谢你的大恩典。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是万军的大君王。
你的慈爱直到永远，你的信息永远袂改变。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，为着阮的罪钉十字架，互阮得到赦免，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主啊，阮恳求你搁一摆监察阮的心思意念。阮承认，阮有时软弱，信心有时无坚定，有时伫生活中无活出基督的款式。阮有时嘛照家己的意思来行，做无合你心意的代志。求主赦免阮的罪，洗清阮一切的不义。求你的圣神帮助阮，脱离旧的性命，会当伫每一天生活中来倚靠你，活出圣洁、谦卑、疼人的性命。主啊，阮愿意搁一摆将阮的性命交托伫你的手，求你来帮助阮，阮随时来倚靠你，来跟随你，行伫你的道路中，互阮成做真正合你心意的门徒。主啊，我嘛要为着今仔日要受洗礼的兄弟来感谢你，求你坚固伊的信心，成做主你的儿女。互因记得今仔日所领受的恩典，一世人坚持信仰，坚固徛在。主啊，但阮嘛要为着今仔日来领受小儿洗礼的细囝甲家庭来祈祷，求你用你的恩典，互因伫你的听内面平安大汉，也使智慧、信心、甲耐心，互因的父母。照主你的教示来教育囡仔，啊，为着今仔日领受坚信礼信仰个别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你坚固因所信任的信仰，求你互因伫即个属灵的相连家庭内面得到接纳、疼惜、甲扶持，甲众兄弟姊妹同心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。嘛，互因勇敢伫生活中为主来做见证。主啊，我嘛要继续为着台湾这块土地来向你祈祷，求你使智慧、公义、正直、甲怜悯的心，互所有的执政者，互台湾社会有公义、和平，人民得到平安。求你纪念阮兄弟姊妹中间身躯有病痛。心内有软弱、有艰苦的人，互因得到安慰，嘛得到复原的快乐。愿你的平安充满每一个家庭，互听你的人心内无惊吓，只有倚靠甲毋望。主啊，我嘛要继续为着教会来祈祷，求你保守每一个团体、小组甲教会各项的事工。互福音继续传开，教会愈来愈兴旺。众兄弟姊妹拢有信心、有疼心、有快乐，为主来服侍。主啊，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，恳求你圣神充满这个所在，求主保守阮所听的、所领受的，成做阮一世人上大的祝福。阮安尼祈祷无够额。阮要做伙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做伙来祈祷。阮愿意愿意开始，愿靠领导，愿心之强，愿心全天。阮的心平安有阮，下列阮的国度，亲像阮下列国的人，无必找阮的事，就对阮可以有爱，因为我阮的拢是所有。代代国际，阿门。
时，咱要做伙来交托启应文第13篇，诗篇51篇，伫信息后壁面第19页的所在。诗篇13篇，我来刻，请兄弟来引。上帝啊，照你的慈爱怜悯我，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。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，我所犯着的，就是得罪你那定。你到你讲话时显明做义，我是伫罪恶中生的。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。求你用牛切草洗我，求你洗我，求你予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，求你用你的面无看我的罪。上帝啊，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。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。上帝啊，你是救我的上帝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嘴唇，因为你无爱祭物，若爱我就要献。上帝所爱的祭，就是忧伤的神。这时，圣歌队要带咱做伙来学罗上帝，因所要吟的诗是有一位救赎主。Oh
愿恶路拢归伫咱的上帝。这时，咱要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的经文有两位，第一位的经文记载伫约翰福音第3章15节到18节。我要用现代台语汉读版来读。约翰福音第3章15节到18节，互大家信伊的人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上帝连伊独伊的囝都赐予世间，要互大家信伊的人免灭亡，反正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伊遮尔疼世间，因为上帝找伊的囝来世间，毋是要审判世间，是要通过伊来拯救世间。信囝的人未受定罪，毋信的人已经受定罪，因为伊毋信上帝独伊的囝。第二位是歌罗西书第1章21节到29节。恁有一时甲上帝断绝关系，心思甲伊敌对，做歹代志。毋过现在，上帝已经通过家己的囝肉体死，甲恁，互恁甲伊和好，诚做圣洁、无缺点、无通嫌的祭物献伫伊面前。恁着坚持信仰，坚固徛在，互恁听到福音的时所得到的盼望无动摇。这个福音已经传予天下所有的被造物。我保罗就是这个福音的采用。但我为着恁受苦，感觉真欢喜，因为我肉体受苦，是咧完成基督为着伊的身躯，就是教会受抑袂了的苦难。我做教会的采用，我对上帝领受的任务，是为着恁，要将伊的信息完全传开。这个信息是历代以来对人类所隐瞒的奥秘，现在已经对伊的信徒显明。上帝要互因知影，伊为着外邦人所准备的奥秘是偌尼丰富佮荣耀。这个奥秘是基督伫恁内面，伊是你分享上帝荣耀的愿望。所以，愿对所有的人宣扬基督，用达款的智慧来劝诫，佮教示众人，通互所有伫基督内面诚做诚实的人献予上帝。为着这个目的，我靠基督伫我内面运作的大能力，尽力地拍拼。圣经以上，愿上帝祝福，听伊的话，佮照安尼去行的人。今早起本堂培训导牧师要来传讲信息，伊所要讲的信息题目是爱信耶稣信到底，爱信耶稣信到底。请咱做伙恭敬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伫第2场、第3场，有人洗礼、转职、信仰告别、更新礼。愿望因诚做基督徒了后，生命不断来互上帝改变。我靠圣神的大能开力，领受福音的祝福。要讲到正经呢，要感谢咱的传播委员会同工制作这因的见证。咱来看一段见证。大家好，我叫做陶长远。那我现在是高3生，那是个准大学生，那即将迈入我的大学生活。小时候的时候，就是妈妈带我进入教会，那是大概在幼稚园的时候，那因为阿姨的关系，然后我妈妈就带我来到双联，然后来上主日学这样。应该是国3要升高1的时候，就是有参加台中港去参加那个儿童的服饰的营队。因为其实我国中的时候，我没有来教会，我妈妈就是很希望我可以就是回到主的怀抱里面，那所以她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就帮我报名了。
那其实我刚开始去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很不情愿的，但是我觉得或许是神的安排，就是1个礼拜的时间之内，虽然心情上面没有太多的起伏，但是我觉得很平静，那是我在国中阶段未曾感受到的那种感觉。那所以就逐渐的因为这样子的机会，然后逐渐然后回到教会这样。因为我觉得我国中那段时间真的很荒唐，经过一阵子就是觉得说自己快要成年了，我开始会去回想起就是过去那一些有点遗憾，那些不甘，我突然觉得好像都有神的安排。虽然那时候我会很气愤说为什么上帝不应许我的最想要，那我会觉得很痛苦，那也觉得为什么我的生活是这样子。但是我在回想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我发现很多的我的不想要，其实后来都变成了我逐渐成长的养分。其实上帝一直给我的不是我最想要的东西，但是是我最需要的东西。那我觉得这个安排，我觉得只有神做得到，因为他爱我。那我有这样子的体会，所以我决定在我快要步入成年的这个阶段，我想要跟神就是有更亲近的关系。我希望我在信仰上面有更多的追求，所以我决定来就是稍有坚信这样。我对于未来就是我很多很想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我想要去考驾照，然后想要在信仰在课业上面，希望有更多的成长。那可能未来面对可能婚姻或者是家庭的关系，我希望我能够更成熟。但是其实我心里我也很紧张，也有点没有打算，不知道说到底未来会是走向怎么样的道路。所以我希望就是我不要再跟过去一样，可能面对我自己未知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可能过去是我会去逃避它。那我觉得不去看它，感觉好像可以让自己比较轻松一点。但是我现在我知道，神他已经为我安排了就是属于我的道路。那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坚定我自己的信仰，那凡事依靠主，那将我的手交托在他手上。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很容易迷失的羔羊，但是我相信他会好好牵着我的手，带我走完这条信仰的道路。我觉得在我们这个阶段很想要做的事情，但是一定会有困难。那我们可能也会逐渐感到说，好像已经不像是小时候那样子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或者是可能会遇到一些自己不想要碰到的事情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，我们更应该要定下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眼目应该要望向主，而不是只单看我们自己的困难、自己的不足。我们要将我们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，唯有信靠他，我相信我们这条路虽然可能会走得辛苦，但是会觉得很踏实。回过头来会觉得，其实什么都没有白费，神其实都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见得都有益处。对长远见证中间，咱当发现讲，做爸母的有疼囝儿无？非常疼囝儿啊！伊的信仰、伊的性命、伊的态度、伊的学业，拢是因所注重的。但是呢，拄仔咱所读的经文中间，约翰福音第3章15节到16节中间有提醒咱，上帝疼世间人，主耶稣为着咱每一个罪定死在十字架顶头。上帝疼世间人，将伊独一生的囝手赐予世间，伊疼咱到底安尼，无愿意咱人沉沦会当得到永生的活命。所以咱爱珍惜，咱领受福音了后，爱将这福音传播出去，互人知影上帝疼。第2项，爱继续不断坚持相信耶稣，信耶稣爱信到底啊！约翰福音第3章17节到18节中间时常提醒，上帝找伊的囝来到世间，毋是要审判世间，是要通过伊来拯救世间。信囝人未受定罪，毋是人已经受定罪，因为伊毋信上帝独一的囝。这个信是什么意思？信这希腊文原文的意思 ，pisteuo
Pisteuo 这里信的意思，不是单纯相信尔尔，是信靠、倚靠、委身伫某一个人，将家己交托予每一个人，不是头脑了解、领导某一个观念尔尔。信原文的意思是表达一个继续不断的状态。所以信耶稣基督，毋是讲简单讲我信耶稣一概感动。讲较别就是讲，这意思讲，迄人即马在信耶稣，继续不断信耶稣，毋是讲这个人过去捌相信耶稣，一概洗礼，决志信耶稣。这个信是讲到一个生命的状况，是即马在信，永远相信。活在信靠中的人，所以有当时听到人讲伊信耶稣吼，就凊彩过日子啊。有一天吼信耶稣，就到天堂迄个所在，安尼就好啊。敢是安尼？这是对咱的上帝话一个误解。信这里 ，pisteuo 的意思是不断相信的。你即马相信，未来嘛相信。但是这过程中间是爱信靠上帝。我甲你保证，你今仔领洗礼信主耶稣，会拄着困难袂？会啊。但是呢，咱要倚靠咱的上帝，度过人生各种的困难。第三项，爱完全悔改，诚做圣洁门徒。伫哥罗西书有伫遐提醒，咱来先看一个见证。咱人信耶稣了后，应该有什么款的转变？好，各位平安我是于芳，我住在泸州那我是3个孩子的妈妈我大女儿9岁，还有一对5岁的双胞胎儿子。那今天可以坐在这里，我内心是充满对神满满的感恩和他奇妙恩典的带领。对其实我接触信仰已经5年了。那5年前呢，因为一场婚姻风暴，我走进了学员传道会的妇女小组。那在那一段日子是姐妹们的陪伴和神的话让我走出那一段低谷。那我其实心里一直想受洗，但是想到先生的态度，我就默默的把这个渴望收回来。对，先生常说你带小孩去教会我没有意见，但受洗就先不用了。那先生的个性跟我的个性都是很内向，我们不擅长表达。加上他的口头禅是多说多错不如不说，这个让我们婚后的关系是冷冰冰的。那感谢神，当我愿意相信神的时候，也愿意信靠他的时候，神就让我的心柔软。为了我和我先生的关系，也为了我的家，我愿意改变。那我的第一个改变是练习从孩子的角度出发。我在小组学习到要凡事感恩，但这件事对我来讲是很困难的。姐妹们她就建议我，那如果你对先生说不出口，你就先从孩子的角度开始。那以前呢，先生带我们出门，我常会因为意见不同生闷气。那现在我会试着说，女儿就觉得爸爸好好哦，假日带我们出门，全家人在一起去哪都好玩。那连买个寿司，我也会说，爸爸买了你们最喜欢的寿司了，也太幸福了吧。那渐渐的，我也发现孩子也会被感染，他们开始会跟爸爸道爱。那我看见先生虽然他表情面无反应，但他嘴角却微微上扬。那我才发现，感恩是可以练习的。当我换个眼光，先生的提醒就不再是逼迫，而是一种保护。那我的第二个转变是找回情绪的钥匙和我的内在价值。对我来讲，这是最困难的功课。以前我把先生当成唯一的安全感来源，我很依赖他的情绪。直到姐妹点醒我，你不能改变别人，只能改变自己。我才发现说，原来我是一直要掌控我先生的回应，我想掌控他的表情、他的情绪，是我自己把我的情绪的钥匙交给了他。神他医治我，他让我知道我的价值是来自于我是神儿女的身份。那现在的我在基督里是自由的。当我先生他工作压力大，他不说话，我会知道那是他在自我修复，我给他那个空间。我学会建立健康的界限，也学会用正面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情绪。我才明白，原来界限不是用来防卫自己，而是让我有空间与神连结，去做回应。神提醒我，我的先生他是他设立的权柄。当我
放下我的防卫我主动当那个发球的人，神的爱可以在我和先生中间流动。那第3个转变是在生活中遇见神。我在小组里有一个姐妹，她常常微笑说读圣经好喜乐。那当时呢，我读不懂圣经，也不常读，但我很需要神的话来帮助我。现在呢，我也越来越享受读经，因为我觉得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带着能力的。那以前呢，我跟先生的教育观很不同，先生对孩子比较严格，他常说不要找借口，要负起责任。那以前呢，我觉得对5岁的小孩来讲也太严格了吧。但现在回头想，神呢也是教导我们要渐渐的长大成熟，要为自己的决定负完全的责任。所以我现在也觉得从小培养不怪罪环境的这个习惯是好的。那在信仰班，梁维正牧师教导我们要相信，信耶稣得拯救，进教会传福音做见证。那感谢神，也感谢双年教会的教导。我发现我越来越可以在生活中感恩。那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敬重顺服，顺服就蒙福。我看见的呢，不再是先生的缺点，而是他的对家庭的那个慷慨和付出。那愿我们都可以在凡事现中遇见更自由的自己。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献恩，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哥罗西书第1章21节伫讲，恁一起甲上帝断绝关系，心思甲伊对敌做歹代志。未信主以前，保罗提起哥罗西教会人，你未信主之前是做歹代志，甲上帝隔离。但是信主了后咧，应该是甲上帝好好，真做一个圣洁。所以信耶稣了后，生命应该不断互信心来改变。毋知你有互上帝改变无？有人甲我讲牧师信耶稣了后拢无问题啊，敢是安尼？我甲你保证，你今仔洗礼，真做主耶稣门徒了后，你原底问题够伫的呢。是咱的身份改变，咱真做主耶稣的门徒呢。但是过去的一寡代志要处理。我来到信义牧区，我感觉青少年甲信义牧区拢同款，拢是有人甲人的问题啊。那人过去有伤害，带着伤害来服侍，可能会伤害别人啊。家庭嘛是同款，这袂因为你领洗礼信主耶稣，就真做一个完全的人。咱甲上帝好好，嘛爱甲人好好，但是这需要咱主动甲信心做伙同工。你拄有听伊讲见证无？伊有去上课无？我甲你保证一定有诶，因为迄下拢我听过啊。什么界线啦，什么代志啦，讲一堆啊，迄拢是上课咧教，敢毋是？但是我感觉咱基督徒信主耶稣了，有当时就讲就信主就好啊，就过家己日子啊，我以后将就天堂安尼就好啊，毋是安尼尔，是咱的生命爱真做圣洁，虽然无法度马上完全真做圣洁，但是要不断互上帝来改变。我毋知大家有参加一寡课程无？来在生命改变课程，伫加拿大有这 Singing Water 这 ministry， 伫台湾黎明更新福彩团嘛有拉法黎明更新课程，伫英国 Eleo Ministry， 这时间这课程就是帮助咱的生命，透过上帝真理，透过信心大能的规律，帮助一个人的生命改变。基督徒毋是讲信主耶稣，安尼就停止啊！你必须爱甲上帝做伙同工，求信心改变你的生命，互咱的生命有见证。我毋知大家有参加有听过这课程的人举手，可能较少啦，无要紧。网络顶头拢有诶，就第一项这 Singing Water 这 ministry。网络顶头免费的，牧师我无时间上课啦，你去家己电脑看看，手机看看，互上帝话
互真理入去你心内，改变你的生命。咱诚做基督徒，爱有主耶稣基督旁边啊！咱参加一寡课程，互上帝来改变咱的生命。第四项，来回应上帝听去传福音。传福音不只是咱嘴在传，伫礼拜蔡牧师嘛讲过，咱是用咱的生命去传福音，见证主的听。保罗诚做一个哥罗西教会的初因，就是任务，就是爱将这信心完全传落开。上帝引传带领，互咱信主耶稣，毋是只有嘴底下讲，咱的生命要诚做主耶稣的见证人。在座今日有人要洗礼，你洗礼了后，你有当好好去勇敢传福音的，毋是讲我就无紧洗礼就好啊。诚做主耶稣的门徒，跟对主的人，爱好好去传福音。第五项，引传别人诚做真正的门徒，引传别人诚做真正的门徒。大家拢知影我爱拍乒乓对无？毋知影，即摆知影无要紧。你知影拍乒乓的时候，人甲人拍甲机器拍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？发球机真厉害呢！伊球遐嘣嘣嘣嘣出去，拢足准的，足紧的，袂错误呢。人甲人拍甲机器拍有啥物无共款？有啥物无共款？我甲你保证，机器无讲话啦。你拍毋对，伊会甲你修改无、调整无？这手袂当安尼啊，爱改一下。你姿势毋对，你骹徛毋对所在，机器人会讲话袂？袂啦，以后可能有可能啦 ，AI 可能会，但是即摆机器拢袂当讲话。但是人甲人拍球中间，会晓拍球的人，甲袂晓拍球的人讲，你姿势爱改哦，你动作爱改哦，就愈来愈会晓拍球。这一个主耶稣的门徒，你要引传别人的生命不断来进步，诚做一个成熟的上帝囝儿。28节伫讲，伫基督的内面，诚做一个成熟，是老练的。是好的基督徒啊！咱的人甲人的中间真奇妙，透过咱帮助别人，互咱家己生命改变。我早唱圣歌队，我拢就惊，我较袂晓唱歌，毋是我袂晓唱，迄破歌足慢的。迄朱老师，阮伫学校上课时，我拢就惊，看破无遮紧着无？但是我拢听边仔人做伙唱，安尼较紧。对无？你有这个经验无？听别人唱的时，你就会进步嘛。咱的属灵的进步，需要一个团体，大家做伙来栽培咱的同工。你唱歌中间互相求进步，拍球的中间互相求进步，伫小组团契中间信仰互相起造，诚做主耶稣真正的门徒啊！今日教会的主题，今年的主题是啥物？有人知影无？今年的主题，就报摕来看者。承先启后，福音公团。承先启后嘛，有这意思，毋是讲咱的中级活新的，咱的传承哦好，不只是安尼，咱的信徒嘛共款爱传承啊。咱属灵的生命爱改变啊，透过一个团体，透过一个 team。改变别人的生命，会当诚做上帝会当使用的真正门徒。信耶稣爱信到底，互上帝引传，互别人的生命也同款改变。咱做伙来当信基督。也阮的天父上帝，主，阮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来当信基督。主，你互阮信主。耶稣基督诚做主你的门徒，恳求你施恩祝福帮助，互咱伫拄着困难的时，会当倚靠上帝话，
真做阮患难中随时的帮衬。无离开主你的路，你的道会当委身，会当倚靠，我会当完全相信耶稣，倚靠耶稣这个救主，互阮的性命不断来改变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学到你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要做伙来念圣诗256首，至圣救主，做人朋友，请咱做伙起立。坐。这个时阵，请咱大家备办心，做伙来奉献。
大家请起立，咱做伙来做奉献的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光照阮的生命，阮愿意彻底悔改，离开罪恶，我靠主活出圣洁的生活。主啊，求你赐阮信心甲气力，咱会晓传福音，嘛会晓陪伴兄弟姊妹，互阮的生命继续成长，成做成熟的基督徒。主啊，愿感谢你赐予阮逐日的需要，互阮有能力献上金钱，成做教会圣工的路用。愿你感恩我的奉献，愿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准备心来进行圣礼典。咱首先先请圣灵洗礼甲信仰个别的兄弟来到头前，徛踮伫头前。咱这边圣灵洗礼有林灵珍、霍金平、罗英林、黄学哲、林家宏。5位信仰个别嘛5位江淑婉、吴元清、周志强、林炳辉、霍彦斌。圣经讲，阮得到帮赞是我靠耶和华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的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大家注意来听，主要所吩咐的话。伊对世人中国活了后，还未就天的十声伊讲：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，着教是因守，佮我日日甲恁伫地。到世间的落尾，伫五旬节的时，彼得传福音，对听伊的人有讲：恁着悔改，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到互恁的罪得到赦免，佮要受圣神赏赐，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，以及各种远远的人，就是见了主。咱的上帝所要调的，所以亲像迄时彼得叫人着悔改，信耶稣基督，佮受洗礼。但我也要对恁几位讲，恁着深信，恁若真实悔改，告别恁的信仰，佮伫伊的名来受洗礼，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，得到洗清去的记号甲印证。佮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，来结连伫基督。这时阵，牧师要来问恁，恁着伫上帝甲众人面前告别恁的信仰，来应答牧师所问恁的。就是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？
恁有诚实悔改恁的罪，也有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？恁着我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。恁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？这时阵，咱要来进行洗礼，会众请起立。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阿门。过金平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阿门。罗英林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阿门。黄学进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阿门。林家宏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阿门。愿平安的上帝，家己互恁一直加盛，佮愿恁的神、甲魂以及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佮来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当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礼，我靠教会头，也是大灵君，咱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相连教会小会官兵，接纳恁做陪参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，加以新的约的稳定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慈悲的上帝，愿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，用今仔这个洗礼典接纳你的囝儿查某囝进入你的教会。愿恳求主你赐福，求你用圣神降落伫因顶面来坚固因，也用恩典赏赐因，互因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，永远踮伫你的内面。主啊，当因拄着试探的时，求你保护因，互因会当精进信仰好的精进。佮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，保守因安稳伫你的疼，佮互因会当一世人服侍你。亲爱的主，愿恳求主，你帮助阮，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，佮较明白洗礼的意义。求你保守看顾阮，带阮来归向你。对待了后，会当做你尽忠的奴仆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咱这时阵要请教会的牧长甲长老来握手欢迎。甲接纳受洗礼者。
教会有一个礼物甲证书要呈送给因。向后转吼，咱来介绍吼，介绍的时阵，伊的亲戚朋友也是讲小组员吼，伊朋友拢会咱起立吼，互大家做伙来欢迎吼。咱伫牧师的正手边开始，林林晶姊妹，吼，林姊妹，好。第二位郭金平姊妹，第三位罗英玲兄弟，第四位黄学习兄弟。接续林家宏兄弟，咱个有信用个别是对外教派转入来吼，江淑元姊妹，吴万金姊妹。周志强兄弟，林炳辉兄弟，郭彦斌兄弟，好，有特别礼物，哦。助教老师，还是美姬长老在哪里？美姬长老自己来搬，他们的班长啦，哈，导师啊。好，那有准备礼物的，待会哈，迄个结束的时阵，咱礼拜日结束了会翕相，下来呈上哈。好，请您回座哈。咱即时要进行小礼小礼，哈。咱请要进行小礼小礼这细囝甲爸母来到头前吼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是圣经中间记载，有人带细囝来就近耶稣，要互伊摸，学生接病因，耶稣看去，安尼大无欢喜，甲学生讲：用阮细囝就近我。无得去面，因为上帝国是适合人的。我实实甲恁讲，凡若承接上帝国，无亲像细囝，决绝袂得入去，就抱因，甲因换手，祝福因。所以虽然咱的细囝也无明白遮的事，还佫所应允的，也要归伫因。因是稳定的约的互的，上帝用洗礼来带因
来到上帝家来做伊的囝儿，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。所以，恁两位就是志强甲金平，恁的细囝和睦要受洗礼，恁两人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。你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？恁着我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，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和睦，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伊，互伊所行合伫上帝教会法度。恁有约要安尼行无？愿主赐福互恁甲恁的细囝。这个时阵，咱要来行洗礼，会众请起立。周好母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阿门。这时阵，照耶稣基督的命令，这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，做未悲惨会员，有份伫新的约的稳定。当这个细囝的父母甲会长，咱亲自作证，也三甲分摊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，直到伊接纳虔信礼。咱同心来替祈祷，永远伫在上帝，愿恳求你来保守这个细囝，因带保守看顾伊身躯甲灵魂，互伊年岁若加天智慧，若加天上帝甲人也若听伊。求你将恩典丰丰富富赏赐伊。因带伊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，就伊脱离少年的诱惑，直到成年的时，会当互伊家己告别家己的信仰，佫会当坚持到落尾。亲爱的主，你的圣囝伫拿撒勒有过世间的家庭生活，愿恳求你赐福互这个世间的家庭。求你赏赐因的父母，甲囝仔照顾因的人，互因有智慧甲温柔的心来照顾和睦，通过你的听，互伊伫你的听内面成长。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好，会众请坐。礼物赠送给你，好，你们向后转哈，爸爸妈妈拄则拢有洗礼甲转回去过来哈，咱替和睦祈祷哈，愿上帝亲自赐福，互这个家庭，互因得到上帝供应一切因的需要，咱常常替这世界祈祷，互伊伫咱教会成长。将来成做上帝通重用的器具，咱去一边鼓掌来恭喜因。好，请回座哈。真欢喜，咱有真侪新的伫相连内底。伫主内底，阮阁有较侪兄弟姊妹，甲阮诚做一个人。这个时阵，我要来报告遗体关怀本会会友陈廖静妹姊妹，也就是陈云台兄弟的太太，伫4月初9安享主怀，
定伫5月初2，本礼拜六上午11:30，伫台北市怀爱馆景兴楼1楼至中视厅举行纪念告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参加，愿上帝安慰为主。报告以上，其他教会的消息甲内容，请咱家己来看、来关心。这个时要请裴牧师来欢迎来宾，甲牧养代祷。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摆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。头一位是梅佳瑜姊妹，是郭彦斌的朋友。第大位，欢迎欢迎。请坐，请坐吼。第二位是范国宏兄弟的家族遗属吼，咱请尹夫妇吼，范明胜夫妇去。代表家族来感谢圣灵教会对个老爸范国宏兄弟的帮赞。这牧师中职同工伫爸爸的告别礼拜中间，尽力来服侍。伊是甲大家说多谢吼。愿上帝祝福伊，请坐吼。第三位是卓清伟是李伯宏的朋友。伫迄个所在吼，欢迎做伙来做礼拜，请坐。第四位是汤美金、陈国南夫妇，伫后壁的所在吼，欢迎做伙来参加礼拜。请坐。第五位是陈家厚牧师夫妇，郑丽娜牧师娘伫美国来吼，欢迎来做伙来敬拜上帝。请坐吼，小等礼拜煞了后，欢迎这新来朋友来到阮的贵宾室，会当我们来介绍教会，互伊认捌教会。咱小等同工来帮忙者吼。这时来做牧养的代祷，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。听阮的特别上帝，祝阮同心祈祷你的面前，恳求你施阮帮赞教会中间有一个人破病，心内失去平安，亲人因为离开这个世间，心内忧闷。但是主啊，阮恳求你安慰夫妻帮赞。伫这伤心流目屎中间，得到信心的大来气力。恳求你手术伊，帮赞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安慰家属，互阮诚做同工为着因代祷，有好的服侍，互因对流目屎中间得到兄弟姊妹的帮赞、宽免甲代祷。愿上帝你听阮的祈祷。阮同心祈祷伫你面前，来上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请咱做伙来吟上因的诗，信诗510首，乌鲁天顶主宰，会众请起立。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恩惠、
上帝疼叹，信心引带带领，互咱兄弟姊妹，甲主耶稣基督恩典，永远同在伫地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谢阮强受车恳。高人请